年轻人们，我们还是要敢想、敢做、敢当。一定会遇到困难，我知道你一定会害怕，因为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它好像照耀到了我曾经努力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也为此时此刻正在奋斗的我又燃起了一把烈火。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的世界里只有越剧，我的成长、蜕变、收获都是越剧带给我的。因为我的家乡嵊州是越剧的发源地嘛，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对这个剧种是不陌生的。我真正走进越剧就是13岁的时候，小学毕业，我潜意识就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是我自己做了这么个决定，而且还是比较坚定的。稍微哦，明白稍微啊，哎，对，这个一尾就是在合在一起。随着成长，每一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都是不一样的。你接受累，还是接受想要做好？最后我选择了我想要做好，我选择让自己累一点。小时候练那个抬满，就是从桌子上翻下去的时候，我就下脚没站稳，我就四头筋骨折了。对于痛的恐惧，你也是需要心理建设去克服的。在台上你可能只用1次，但是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得千百次的去砸。也许是在你已经体力耗尽了，但是你必须还得继续坚持的时刻。也许是在做那些哪怕你做对了的基础技巧动作，你不会受伤，但是你依旧会感觉到很疼痛，五脏六腑都痛。只有行动才能打破自己的那些焦虑和痛苦，只有行动才能让自己再往前走一走。我的梦想就是当越剧演员，我从小到大也就这一个梦想，我活着就是想实现我这个梦想。所以即使在只有龙逃跑的时候，我也是会倾尽全力的。即使在最难过、最失落的时候，我也有想过我要回我的老家嵊州去了，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逃离。越剧新龙门客栈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认识了我，他们喜欢的就是我们跟演员之间的那个近距离的交流和跟着剧情一起的那种参与感。作品跟市场跟这个时代双向奔赴的点在那里。我的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我其实在非常的努力贴近，以一个年轻的心态去感受它。我会蹦蹦跳跳的去感受他的喜悦，我会滚在地上去感受他的疼痛。传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变换，它有更多的表现空间了。这个时代年轻人想看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学习这些新的东西，我们跟上这个节奏，然后去用好它，用年轻人的方式来打动年轻人，努力的去打磨好过硬的作品，来带动越剧的创新和发展。但是越剧塑造了我，包括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我想以我现在的思维去回望我13岁的那个我，他不就是想要站在舞台上吗？你希望你自己能够越来越好，你也希望你所表达的这个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从我刚开始演戏起，就有观众赶来看我，就哪怕那个时候我只演了几分钟的龙套，但他们会坐很远的车，真的走进了剧场来看越剧，来看你。那份感动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我的大观园，我们也能满座了，我们也能人山人海了，但是就是不管演多少场，就是对待台下的观众，我依旧就是一如当初第一个来看我的观众那样，对他们的感谢从来没有过1分的减少。我被人看见了，我就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想做好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想珍惜这份幸运。
去参加网络视听大会，然后有一个发言，我真的觉得太好了说的。他说我们不是反对流量，我们是反对唯流量。正能量不代表没流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高流量转化成高质量。我只能说，我从我自己出发，我能做好什么，脚踏实地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个舞台艺术去把它演好，我觉得这是最实际的事情。我的初心就是站在舞台上，以我力所能及所能够达到的艺术的水准去带给大家。我就是喜欢唱戏，不够宏大是不是？但是真正是我的初心。我想对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还共同年轻着的年轻人们说，我们还是要敢想敢做敢当。我知道你一定会害怕，因为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但一定会遇到困难，你去挑战它，去战胜它，哪怕一不小心被它打倒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嘛，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加油。确实是感动的。等一下啊，我不要哭，你不要跟着我，让我淡定一下。